大家平安，请咱甲咱的边仔的兄弟姊妹，甲伊看一个，甲伊笑一个。平安，咱的心要得到透放，咱的心要来拍开来，学到耶和华上帝，因为伊是保守咱的上帝，伊是平安的上帝，伊嘛是公义的上帝，伊嘛是以耶和华以乐为咱陪伴的上帝，伊嘛是智慧的源头。咱做来学乐，赞学乐耶和华。我乐耶和华，我亲雄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乐耶和华，我亲雄耶和华，我信心敬拜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乐耶和华，我亲雄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乐耶和华，我亲雄耶和华，我信心敬拜耶和华。我信心敬拜耶和华。我乐耶和华，我亲雄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乐耶和华，我亲雄耶和华。信心敬拜耶和华，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乐地里我作证，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地看地尊重。
敬颂耶和华，我的故乡就算有。我忘了耶和华，我敬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衰，我信心敬拜永无衰，我信心敬拜永无衰。我信心敬拜永无衰。请咱起立，请咱起立，咱做来学乐，来欢呼，来赞美。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归于他。来欢
咱将尊贵荣耀归于父上帝，请坐。主讲，拍门的就甲恁开，找到伊个，找到耶稣基督，就是找到生命源头。8福，甲咱讲，心内丧强的人有福气，心内忧闷的人，伊要来得到安慰。因为咱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咱是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要来承接土地；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来得到饱。咱做来吟这首8福。心内丧强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土地，要吹到天高，伊哩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饱。风浪后边的人有福气。甲咱讲，心内忧闷的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伊要受到主的安慰，主的话要成做伊的快乐，主的话要成做伊的帮赞，主的话要成做伊永远的保障。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因为温柔咱会当来屈家来做服侍的事工，温柔会当委身伫咱的事工顶面。你就要得到大大的祝福。咱再来吟一解，心内丧强的人福气。心内丧强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的。心内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
大希望伊的人。希望天是破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听天上帝，为着伊来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存多是先去心肝人有福气来。前去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为着伊来受困着伊人有福气，因为全都是伊的，因为提供是伊的，因为全都是伊的，因为全都是伊的。要喙焦希望伊的人有福气，因为伊的心灵要得到帮助。阿门。咱的主是公义的主，各他的道路是为着咱的罪来担当，是要爱咱定心伫上帝面前来得到洁净，因为伫伊遐有丰盛的恩典，有宽平。主是配得咱来荣耀伊，来学乐伊。咱来吟这首尽情的敬拜，咱用台语来吟。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威力，你的听比山高，比海较深，有风风声无尽的恩典。耶稣，权柄掌管万物，空地应用是为恶人。我的心相信咱天就敬拜，这你宝座顶上有我的主。也听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伊的听。哦，我的主，哦，我独独靠无你，用心来敬拜你。咱用心来敬拜，专心来敬拜。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威力，你的听比山高，比海较深，我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
哦，主啊，去要上帝，我感谢你。我的心单单要来敬拜你，我的心一世人要用来回应着上帝你的听。我的手要来敬拜你，来学乐你。我的手嘛求你帮助我做事业工。主，我感谢你，耶和华上帝，你配得我们来做赞美的，你是尊贵的王，因为你的意念是超过万人的意念，你的听是阮无法度去量的。我感谢你，做阮永远的保障。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真疼阮，疼阮，惊阮沉沦，惊阮陷落伫深渊。伊找见主耶稣来到世间，是为着阮来赔命。伊来超找阮，拯救丧失灵魂的人。伊将家己的性命来牺牲，是为着阮人的罪来救赎阮。以你流的宝血，阮通得到救，阮通得到上帝的祝福。阮纪念恁，阮孝念恁。上时，阮嘛要来提醒阮，你的受难是为着要成就一切。你的受难赔命是顺着上帝的心意。你要将阮带到上帝面前，阮看见阮内心的污秽，阮内心的罪，来得到洁净。搁一摆提醒阮的生命是主你用重价来赎回。搁一摆来提醒阮爱来时常超找上帝你的心意。我毋是时常为着阮家己的心思意念来伫遐咧考虑，来伫咧想，来违背了上帝你的心意。愿荣耀拢归你阿爸爸圣神。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马咱来讲读新的诫命，来学习上帝对咱的教导。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伫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个来用信息222首，上帝做阮大大帮助，来祈求上帝做阮的大大帮助，请起立。Amen.
诗篇118篇，启文第28篇，来感谢咱个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耶出来，刷到永远。愿以色列讲。耶出来，刷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耶出来，刷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耶出来，刷到永远。伫危机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袂当甲我当时，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进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义的人会当进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有我一定解救。去厝师傅七少就少。一定成为上重要的医治。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有阮幸福。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光明。着日举手机从参加庆典。有人来到这大世界头遐。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美爱。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耶出来，刷到永远。咱请圣歌队来吟诗而乐。今仔日的歌曲是《上帝疼痛恩典极大》。
感谢圣歌队学乐，上帝的听团真正恩典足大的。咱即马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书16章16节到24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供读。过无偌久，你袂阁看见我；过无偌久，你袂阁伊会阁看见我。有几若个门徒讲来讲去，伊甲咱讲，过无偌久。恁袂阁看见我，过无偌久，恁会阁看见我。佮讲，因为我要去爸遐。这个话是啥物意思？所以因一直问，伊所讲过无偌久是啥物意思？咱毋知伊咧讲啥物。耶稣知因爱要问伊，就甲因讲：恁因为我讲过无偌久，恁袂阁看见我。过无偌久，恁会阁看见我，咧问来问去是无？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啼哭哀伤，毋过世间人会欢喜；恁会忧愁，毋过恁的忧愁会变做欢喜。苍白父生囝的是有忧愁，因为产期已经到，婴仔一个出世，就无过记着生产的痛苦。伊会因为婴仔已经出世伫世间来欢喜，亲像安尼。现在恁有忧愁，毋过我会阁见着恁，恁的心就会欢喜，恁的欢喜无人会甲恁抢去。伫迄日，恁袂阁甲我问啥物，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奉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拢会赐互恁。到即马。恁也毋捌奉我的名求啥物，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咱即马要请青少年来用现代中文译本，搁读一摆。约翰福音16章16到24节，忧愁变成喜乐。过一会，你们就看不见我了；然而再过一会，你们还要看见我。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彼此说：“他告诉我们，过一会，你们就看不见我了；然而再过一会，你们还要看见我。”又说：“因为我要到父亲那里去。”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也有人问，他所说的“过一会儿”是指什么呢？我不晓得他在说什么。耶稣知道他们想问的，就对他们说：“我说过一会，你们就看不见我；然而再过一会，你们还要看见我。”你们彼此在讨论这句话吗？我郑重地告诉他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却要欢乐；你们要忧愁，可是你们忧愁将变成喜乐。女人快要生产的时候忧愁，因为受苦的时刻到了；但是生了婴儿后就忘掉了痛苦，因为高兴有婴儿生出到世上来。你们也是这样，现在你们忧愁，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你们心里就会充满喜乐。你们喜乐是没有人能夺走的。在那一天，你们不向我求什么，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亲求什么，他一定会赐给你们。直到现在，你们并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你们求就得到，好让你们喜乐满意。咱即马请牧师来讲传道的理。今仔日的题目是热忱的教会文化系列，有信心的乐观态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伫中秋主日，咱会当三甲甲耶稣纪念耶稣要行往即个各各他的道路的中间，其实咱的生命就爱甲耶稣。谢谢。我用就好，我用。谢谢。我想咱需要甲主同行即条苦路的大生，咱需要陪伴咱的心。伫今仔日，咱要来做伙看即个主题以前，牧师嘛要邀请咱会当三甲甲主行即条苦路的过程的中间，
咱是备办心来领受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要救咱活命的这条路是非常的重大，但是无拄大家人拢会当理解甲了解。我相信咱每一摆当咱咧纪念耶稣要行这个最后受定的道路中间的时，咱的心嘛相款。伫世间上，咱要安怎样军队主的脚步来排起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这是咱值得来学习的事。咱搁一摆同心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生命在伫你，你是阮生命的亮光，引带阮怎样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来得到生命的盼望。主啊，当阮亲近主你的时，愿阮学习用谦卑顺服的心来跟对主。虽然跟对主这条路是一条苦路，但总是伊却是一条充满最挑战的时，要悠远有盼望的道路。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搁一摆定心来纪念耶稣，要为着阮的罪来钉伫十字架顶的时，愿知主耶稣所经历被人出卖、审判。最后，伫处死伫十字架这个刑具的刑罚的时，原在毋是伊有罪，乃是伊要为着世间人，为着被上帝所托付伊的使命，来完成上帝被你拯救人、疼人的奇妙的奥妙的作为。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中秋主日的时，阮的心会当亲像这众人摕着中秋旗出来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上款的欢喜，阮的欢喜，原在有一日耶稣要搁一摆会当搁活来为着阮的生命来救阮的灵魂。讲何山啊，奉主的名的以色列王是应当而乐的。主啊，愿阮的心是欢喜，得条的时是因为耶稣赢过死亡的关系。愿上帝你搁一摆将这款的应允赏赐予阮。来帮助教会，来做伙起造一个热诚、愿意传扬福音、祈祷的教会。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台湾有一句俗语讲：3月安怎？小啥？小妈祖，3月小妈祖。咱知影今年这个白沙屯这个妈祖这个。绕境报名的人数会当讲是历史以来听讲创搁较悬啦所以互我看见讲台湾侪人伫因的生命中间会当讲是欠缺啥？有平安无？其实是无平安。人的生命毋若无平安，人的生命伫伊的生命中间，伊嘛咧敲揣到底伫伊的生命中间需要一个真实的上帝，要安怎来帮助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看见这个妈祖的信徒，因伫关心伫因生命的大事，对教会来讲，敢是一件大事，嘛是一件大事。对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叫做属灵的征战啊，也就是啥，真假难辨的时代已经到来。所以咱看手机拍开，有当时伊的广告，有当时是假的呢。大部分拢是假的，所以你通理解咱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咱要安怎伫真真假假的中间辨明咱所要行的道路，有容易无？有容易无？不容易。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当咱咧讲要教会要起造一个热诚的教会文化，咱要安怎样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其实咱毋是忧伤，咱嘛毋是啥艰苦惊吓。咱反倒等爱更加伫主的福音的内底，安怎？爱有信心无？爱有信心。而且呢，咱要安怎？爱有真欢喜的心情、乐观的态度来去看待。所以兄弟姊妹，当工私底下我讲牧师3、4月会当讲是我心内足白白的时阵，我讲是安怎？伊讲就看到侪人伫遐咧小妈祖，伫遐咧拜遐神的时阵，我毋知影要安怎。我甲伊鼓励讲。咱就爱好好传福音，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咱更加爱好好来为主传福音，咱更加爱好好为主传福音。传福音要创啥？传福音要互人伫伊需要的时阵会当知影，啥物人会当救伊？
耶稣，是咱的耶稣。所以咱的耶稣是啥？耶稣原文叫做救世主啦。你有相信上帝救你无？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当我讲上帝救你无，耶稣会救你无？有真实无？你可能会开始思考。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信徒，因咧较无平安，因希望病得到医治，因内心的需要，因较无一个神，因所相信的神的气力，会当安怎显明伫伊的生命内底。兄弟姊妹，台湾有将近3000多间的妈祖庙啊，西海岸这偏乡的教会更加感触足深，认为当遮的妈祖。在信徒伫遐咧军队时，咱更加爱去思考，咱做主基督徒，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做咱生命，咱掠耶稣做咱的救主的时，咱是毋是常常看见咱所看的福音，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有着迷吗？你有迄种热切的心，有想要得到无？圣诞节，我相信，当你来到教会，你知影，这个教会内底，因为你有听到啥福音嘛，对吧？咱知影，他拄仔我看到伊来找咱的同工，哇，这圣经吼安怎？我爱读吼，啊，歹势，我最近我昨暝吼，哦，捡日子纸吼，真晏。伊伫个中间咧分享，但是伊的心内伊较无上帝话语。伊爱去准备啊，所以兄弟姊妹，当你来到教会时，你有备办心无？你有预备心无？你有备办心，你得安怎？你会早起来哦，你会准备哦，你会祈祷哦，你会知影讲，我今仔日礼拜日就是互上帝的时间，分别出来做成。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信主的人，上帝嘛咧甲咱提醒，当咱面对即群人，咱爱承认啊。承认讲教会目前对因来讲是无影响力的啦，对无？那事实有影呢。台湾基督徒较几趴？哦，即摆已经到7、8趴呢，有人讲4趴。我会记得过去吼是2趴尔，到3趴嘛拢有呢。但是咱来了解哦，整体来讲，咱台湾普遍还阁是民间宗教较侪。我要问咱。伫你的亲人的中间，还阁有偌济人还无捌主？你的心内你有较无无？上帝咧甲咱提醒，咱是毋是了解伫这灵界内底，耶稣是得胜的主宰，伊赢过死亡的，伊对死人中阁活呢。所以当咱阁一摆咧笑念耶稣为着咱来行这条苦路，盘起十字架的道路，咱毋是咧看笑话的呢。咱是爱真正认真去面对耶稣伊来，是要较赢过这个世间所拄着人的困难，就是会当最后面对死亡。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当因咧敲锤妈祖神明会当甲因行医治保守的时阵，咱嘛相款，咱来了解咱所信的上帝真实到底有偌济？你相信上帝有真是真的假的？是真的吗？那是真的意思是啥？是啥？你有去经验到上帝气力无？有无？知影我的意思无？上帝那真实的，你爱去经历啊！经历上帝是真实的，他的能力在你身上有没有显明出来啊？你要渴慕啊！渴慕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是不是有带出行动力啊？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常常咧甲咱讲，咱的教会内底有需要热诚的文化，是因为内底有啥物？有热诚的人嘛。所以人甲人中间看到，佮一摆甲你头前后壁边啊看一下哦，面爱甲伊看3秒钟哦，看伊今仔日有喜乐无啊？看伊今仔日敬拜上帝，伊的心情是安怎啊？了解我的意思无？这就是咱人每一摆起床，当咱会当面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时阵。你就已经了解上帝，佮一摆留伊的画面伫我的面头前，通看到伊。所以兄弟姊妹，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拢需要去经历真正的上帝的人物，就是爱伫经历上帝的气力、上帝救恩、上帝的行动力。
所以兄弟姊妹，以赛亚书43章第11节讲，神帝讲，只有我是耶和华。主讲，除了我以外，无有啥，无救主啦。所以意思就是讲，咱伫世间上，当咱看见这人，因咧拜遐神的时阵，你的心是毋是搁一摆倒转到伫上帝面头前去看讲，即个上帝会真实无？所以当咱咧讲即个上帝是真实的，我甲你讲，你着爱更加清楚。雅各书2章19、20安尼讲，讲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无毋对，伊就是真的，干那一位尔。但是鬼咧，伊嘛信哦，但却是安怎？战惊惊吓的迄种心哦，什么意思？这种战惊的意思吼，代表讲伊知影上帝对人、对世间上的人、事物，包含魔鬼做审判。但是咧，因要久无愿意顺服上帝。我问咱，你有顺服上帝无？无拄拄啊，敢毋是？有当时咱会顺从咱家己的需要，咱看咱家己所看的，搁较要紧。你敢真正相信上帝只有一位吗？无拄拄。你可能相信某一个电视节目，比另外一个电视节目安怎讲的搁较真，但是你却无要去相信上帝真理话命的话的重要性，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基督徒的生命是活伫惊吓中间咧认捌上帝，伊毋是真正去体会到上帝真实伫伊生命中会带来改变。所以你爱去思考，当你的生命若是伫迄种战战兢兢的中间咧相信上帝的真实，你有可能是魔鬼撒旦的心伫你的内底，你无拄拄相信上帝只有一位啊。所以兄弟姊妹，当我咧看上帝话的时阵，我会当搁较清楚了解。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若是安尼的人，咱有可能亲像雅各书2章20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我会甲你讲哦，你茫想讲你信上帝哦，你有咧服侍上帝哦，你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哦，无哦。有服侍主的人，伊的信心有，但是伊听人的信心无啊，对无？你讲你有信心，但是我请你去听迄个人，你讲哦 ，no， 这个人我听袂落，哦，这个人我无法度。你的行为做袂到，无有行为的信心，迄叫做虚浮的人。心啊，假啊，浮夸啦。什么叫浮夸？主啊，我爱你。上帝，我相信你，但是我只不过是一个无行为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圣经清楚地甲咱讲，咱着爱时常问咱家己，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咱是毋是真正去体会到上帝伊对咱的生命所爱做的工课是啥物？我搁讲一摆，咱爱常常伫上帝面头前，通过上帝话来明白上帝要提醒咱啥。咱做伙来看几个重要的，你有相信平安是假的无？哈？咱常常拢讲平安哦，平安哦，有当时平安是假的呢。咱来看一段圣经在亚利米书第8章11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讲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无有平安。了解我的意思无？一个人来找你，平安哦，你过了好无？啊，讲的讲了哦，我会为你祈祷。但是你无真正徛到伫伊边啊，佮伊继续关心关怀。你的关心，你为伊祈祷，可能是假。你有可能亲像亚利米神伫内底所讲的，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讲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无平安。圣经内面亚利米书第8章内底，你有机会去甲伊看。对头对上细汉的到上大汉的年龄，逐个人拢以为贪婪，对先知到祭司拢行事虚晃。所以牧师常常咧提醒我家己，当我的囝儿人啊以后讲你的囡仔安怎样的时阵，我袂因为我的囝是好，我拢学了我的囝，我会讲
当你甲我讲的时，我的心来讲，好，我倒来厝里，我会好好了解我的囝儿是安怎样无礼貌，做了无够的所在，我会要安怎学习甲伊教导。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当咱咧嘴咧讲的时阵，咱就爱了解咱到底是毋是有真正的平安啊？所以平安有可能是假的无？有可能啊。另外，基督徒咧讲疼心，疼心是啥？约翰福音15章18、19、19在讲，世间人拿万分理，万分理的已经大心万分了我，这个我是什么人？耶稣。你若属伫这个世界，世界的确会疼属伫家己的人。好，只有恁，因为恁无属这个世界，乃是我对世间中精选恁出来，所以世界就万分理。兄弟姊妹，咱基督徒讲咧讲疼心，咱疼人的时阵，有当时人其实是忘恩咱，敢毋是？有可能无？你有感觉讲，当你咧疼，你咧疼你的朋友，疼你的亲人，你讲我常常你去教会，吼，我去教会参加聚会，要听福音，听主是听的上帝。等来到伫厝里的时阵，甲你的厝里的人讲。但是你厝里的人讲，你无真正有听，迄拢假的啦。你伫厝内也拢无咧做好，做一个做厝里的人应该爱做的工课啊，对无？听心嘛，假的啊！甲你边仔兄弟讲，等你厝里爱摒扫厝内。来讲啊，大家拢毋敢讲哦。哦，我甲你讲哦，有足侪丈夫也好，吼，妇人人也好，过去我细汉的时阵，常常听到。吼，迄等去厝里安怎？吼，拢讲偌疼心，吼，讲亲像耶稣爱着爱安怎样，但是厝里的工课拢无要做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假的疼心嘛。有当时咱咧做的，人会看咱感觉会怨恨咱。你咧虽然讲基督徒讲去教会人有疼心嘛，但是咧拢做袂到。所以牧师是安怎特别要求基台。咱的服侍当中，特别是交代哦。咱知影咱教会吼，这门卡口吼，咱的这个要入来有一个上坡有无？其实牧师较期待讲，咱交代吼，咱若在做交代，咱毋通坐倒内底一个坐咧，外口一定要有一个安怎？是徛伫迄门准备啊。因为迄门人也车到吼，迄位老大人就像园长娘也好，也是讲迄行动无方便的。伊迄门开吼，咱来该帮伊开门呢。我会记我做兵的时阵吼，在做检察官的助理的时阵，阮就是学习，就是有一个态度，去到这长官的车若来吼，阮就是去到伊边仔，就是甲伊开门。我感觉迄是一个，咱像咧讲，咱即摆咧看耶稣中秋主日，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伊的身份，逐个人拢咧看。耶稣，阮即摆看到你。你要安怎样带领阮会当来甲即个罗马政府安怎抵抗啊？所以因是用欢喜的心情咧迎接耶稣来，但是耶稣是啥？是骑啥？是骑驴啊，毋是骑马哦。骑马代表是一个君王，哪像我要来烧台啊？但是是骑驴啊，驴子代表是一个谦卑委身的。我的工作你们明白吗？各位弟兄姐妹。信息有没有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圣经内面约翰福音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我已经将这个事甲恁讲，互恁会当无底到跋倒，人要甲恁对会堂中间赶出去，而且时间已经到，既然抬恁的就掠做以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有真侪时阵，咱举做咱热诚，吼，咱热诚的态度，其实咱是用无好的方法咧服侍上帝，对无？是用杀人的，是用强迫的，是无够温柔的。所以牧师，我做一个牧者，我常常嘛咧思考，当上帝互我的启示，爱我期待会当牧养上帝羊群，期待伊的生命当更较好的时阵，我咧常常咧想讲。当我甲你讲这个话，我毋知影有互你想到无？还是你有体会到我的心内背后，期待你会当得到福音的迄部分无？
牧师啥啦讲遮多，要袂讲到今仔日圣经节，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节就是咧讲起。咱一开始看到16节到第19节，有感觉真奇怪无？耶稣啥啦？什么？过无偌久吼，你袂阁再看见我，啊，过无偌久吼，你会当阁看见我。兄弟姊妹，耶稣伫世间上对这门徒有偌久的时间啊？啊，讲起来3冬啦，3冬的时间，伊互这门徒甲信徒、军队伊的人看见耶稣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有能力无？有奇妙无？会惊心热呢？互水变做酒呢？敢若袂输会当互钱生出来呢？互人的病得到医好呢？对无？你会感觉讲即个是即个领袖我无对会使，这准备来跟罗马政府对抗的勇士啊！兄弟姊妹，但是耶稣甲因讲，过无偌久，恁袂阁看见我啊！干嘛呢？所以这门徒开始咧问啊，有几个17节，有几个门徒讲来讲去，伊甲咱讲无偌久，伊袂阁看见我，啊，阁无偌久，咱阁会当看见伊呢？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因一直咧问，伊所讲的这个阁无偌久是什么意思啊？安尼有了解无？有小可了解啊！吼，耶稣知影因爱要问伊啊，就甲因讲：恁因为我讲阁无偌久，恁袂阁看见我，啊，阁无偌久，恁会当阁看见我，啊，恁是咧问来问去，是咧问啥？问有啊无啊？恁有清楚啊无啊？了解啊无？安尼有了解伊咧讲啥无？兄弟姊妹，遮咧讲起啥？咧讲起信徒的行事为人，咱一世人军队主，咱常常咧看神热啦，咧看主的作为啦，行为是啥？咱爱看到我较要相信啦。啊，若迄无看见，我毋相信啦。兄弟姊妹，伊咧讲的是信心啦。伊咧讲有真侪咱伫属灵、咱肉体所看会到的代志。咱较看重啦，咱无去看见上帝爱咱看迄无看见的事啦。兄弟姊妹，教会是要创啥？教会敢毋是就是要会当带人、带更较侪需要得救的灵魂来亲近上帝吗？敢毋是？但是咱的教会，咱将咱的心思意念放伫倒，放伫我来教会服侍，我来教会会当甲人做伙，真欢喜。咱若无行出去，咱所领受的福音，咱无了解耶稣的心意。耶稣的心意，伊嘛咧甲遮个门徒讲：恁到底了解无？我无偌久，恁袂阁看见我。但是我甲恁讲哦，恁嘛莫灰心、冷心累志。阁无偌久，恁会当阁看见我，代表啥？耶稣会安怎？过我。所以兄弟姊妹。20节到22节，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为天靠哀伤，毋久世间人会欢喜；恁为忧愁，毋久恁的忧愁会变做欢喜。亲像什么？亲像产妇生囝的时安怎会忧愁，对无？但是产期若到，婴仔若一出来，就安怎？就无搁伫生产的痛苦啊！但是爱经历无？爱无，产妇爱经历无？爱，所以咱传福音，咱带人来信主，陪伴人来信主，需要啥？你也需要经历迄个那亲像产妇相款，会有痛苦。我的心中感谢上帝，常常地为咱祈祷，期待咱有一日会当经验到福音对你的生命所经历的迄个奇妙的大事。我常常地为着。秀华姐，我会记得明仁兄伫我来到咱大桥教会第2冬的时，其实第1冬的时我就知伊的身体就无好，但是迄个过程的中间，当伊走了后，我咧想思考，哇，秀华姐伊咧讲起，讲伊过去啥物拢袂晓，但是自从丈夫走了后，伊需要面对的代志是非常的多。我只有求上帝，互伊有气力以外，我咧想讲，伊的囝儿要安怎有机会来认捌上帝？咱知影旧年还是前年的时阵吼，
伊的大汉囝泰丰，后来因为身体发生代志，包含到伫个大汉新妇，嘛产生着即个真会当讲是绝症啦吼。但是到现在，他们信主了没？信主了。上帝有没有救他？有。真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唔敢讲，当你将你的病带到上帝面头前，上帝要救无？这上帝要救是上帝的权柄。但是你会当有信心无？会使无？会啊。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一个基督徒，你爱对你的生命爱有信心。无论伫你生命人物敲出这个福音的信仰，你拢爱亲像这个产妇一样，爱经历过迄个痛苦。什么痛苦？你要割舍啊，割舍掉你无爱的物件，甚至有当时是割舍掉你爱的物件。所以兄弟姊妹，十字架顶面的死所带来是生产的痛苦，但是主的割活，十字架顶耶稣的割活，却是带来生产了后的什么快乐。所以加勒太书第4章18节到第19节，伫好事顶面常常着爱用什么？爱用热心待人，这是好的。保罗讲哦，但是哦，唔简单是我甲恁做伙的时阵才安尼哦。我的细囝，意思讲伊家遐个当做伊咧牧养的陪伴这兄弟当做小子。我的细囝，我的朋友啊。我为恁所搁一摆受这个生产的苦，一直到基督形成伫恁的生命的心内。所以兄弟姊妹，咱热心待人吼，毋是牧师伫咧恁较做啦，爱了解无？亲像保罗伫甲加勒太，或者信徒，即个人咧讲的话是相款。所以兄弟姊妹，传福音关心人、救人的工作。这就是生产以前的痛。你需要经历，你才会带来生产之后的什么喜乐。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新朋友来。好，今天待会我们也要欢迎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咱咧行平安礼，咱就抱着一个欢喜的心，会当家伊请安。好，咱看每一个来到伫咱中间的兄弟，咱拢会当亲像。伊就是咱的厝里的人相款，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信徒的忧伤甲喜乐，常常甲世间人是无相款。我唔知你有这种的体会无？世上的人常常是乐极生悲，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最后又怎样？说了喜乐无常。最后呢，会不会忧愁啊？会。但是咱基督徒无共哦，咱基督徒却是啥？常常啥啦？在忧愁当中，有一天我们知道会变为喜乐。所以，我们从满足姐身上有没有看到？有啊，他经历过瓦窑记呢，经历过现在虽然在喜胜，他经历过跌倒，经历过在家里好像是没有帮助的时候，咱嘛唔知影上帝计划是啥。但是即摆我看到伊，我的心是何等大大感谢主。咱的心内拢甲伊共款，亲像伊的名相款，满足。所以兄弟姊妹，我唔知影你伫上帝所予你的使命甲工课困难的内底，你有体会到满足的生命无？喜乐的生命无？这我的细囝吴乔恩早产的时阵，插讲。好差1个月，每一摆我去甲伊看，一开始干那啉4 cc， 吼，卡1公斤外，真细汉。插讲每一摆去的时候，我去到伊的边啊，就徛到伊的边啊，伫遐为伊祈祷。我讲主啊，这是你赏赐互我的，只有你会当救伊。头前3个囝拢做好生，自然产，想袂到这第4个，竟然一开始会记得牧师咧分享无，讲伊脑敢若发育敢若有问题，有无？大家人开始祈祷，为伊来祈祷。生出来的时阵，我嘛咧烦恼，医生嘛甲伊宣布心脏敢若嘛有问题，他的器官好像也怪怪的，不太一样。感谢主呢，到1个月后，无共啊，拔管了，哇！现在咧
漂亮、可爱。我若带出去吼，每一摆大家拢看到，拢毋是咧看我，拢是咧看伊啊。看即个囡仔，你会记得有一摆咱即个丽华姐妹，伊讲哦，牧师，我不是要找你的，我要找我的小天使。我小天使是谁？他说我的乔恩。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互咱拢是伫忧愁的中间，爱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是甚物款。你若了解上帝的心意，你的心就安怎？就会欢喜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16章的23节到24节讲啥？伫迄日，你袂阁甲我问什么啊？迄日是什么日啊？就是主阁来的时，也就是主阁我的时。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奉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会赐互恁。注意哦，伊会赐互你，是因为啥？你袂阁再问主，主啊，你是安怎无互我？主啊，你是安怎阁互我拄着这代志？因为你已经对倒位，对忧愁到伫欢喜快乐的生命。所以伫你的生命中间，你要甲上帝求什么？你的心是徛伫上帝遐，咧看上帝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咱常常伫爱伫主的面头前思考，中秋是一种胜利凯旋、享受成功欢喜的一个记号。人摕着中秋节欢迎耶稣，是咧欢迎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因讲何山啊，何山啊是啥？原文的意思叫做救啊！上主啊，请你救啊！赐予我救我的气力。兄弟姊妹，表面上是君王凯旋、庆祝、欢喜，但是咱知影，伫迄当时的耶稣，伊正拄啊好咧面对的是后壁面有一个真大黑暗的势力。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伫面对伫这世间上，当这的代志、这的人、这的信众，因所咧信的这个神，因安尼咧渴慕的时阵，咱的心是毋是相款？讲主啊，我要更加伫你的信心的内底，我要决志要安怎样来传你的福音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恳求上帝赏赐互咱有一粒柔软的心。咱的心若无热情，无有一个信心乐观来看待咱所拄着的苦难，安尼有真侪时阵，咱会失志，甚至离开了上帝。求上帝帮助咱咱牧师有几礼拜的时间咧，跟咱探讨教会需要一个热诚的教会文化，毋是要互教会形成一个世俗的眼光。教会安怎大安怎好，做啥物行销？毋是，教会毋是这样。咱爱常常问咱家己，什么是上帝所要传生命的真理啊？什么是上帝所要传的？就是安怎？你爱常常去经历上帝真实的存在无？甚至你爱去体会上帝真实的存在的上帝，安怎为你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帮助甲快乐？所以兄弟姊妹，约翰·欧文这16世纪的神学家，伊讲伫这世间上，上帝对人上大的审判就是安怎？就是迄个互人心公的代志啊！爱了解无？一个人会受上帝上大的审判，毋是你做啥物偌歹的代志，是啥？心硬啊！心硬有足重要无？会袂？今日牧师来讲，困读圣经哦。你做事的工人爱好好认真读圣经哦。我插你，我一工都无闲到忝到要死啊！搁咧看啥圣经啊？我目睭嘛无好，逐项你有足侪借口的啦。了解我的意思无？兄弟姊妹，当牧师讲，你倒去厝里，甲你厝款款的，环境款款的，你嘛无拄卖呢。你讲阮兜的，你管啊济要创啥？你的心有硬无？有啊。我常常甲我的囝讲，你们不能再打电动了，你们不能再看电视了。之前讲哦，安怎讲拢无爱，一直到我的查囝吼，讲吼医生吼宣布讲吼，伊目睭吼，敢若我有0.5、0.6，哦，不行了，我从现在开始吼，电视没有再让他们看，我开始跟他们对话。较早我想讲电视放了，电动放了，互因了，阮会当做阮的代志。哇，真的不行，花时间呐。
心不要硬。兄弟姊妹，咱所领受的福音，需要将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对咱个人，包含咱整个的生活，包含咱所面对的世界的关系，拢爱安怎？拢爱甲探讨入去。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茫想讲，即个福音是干那你家己的关系啦？毋是啊，是啥？人得到救，你爱知影，毋简单咧享受上帝的恩赐福分。咱是安怎？咱爱遵守主的两大诫命，对无？什么诫命？尽心、尽意、尽力听主上帝，侍奉上帝。第二个，听厝边亲像家己，听人亲像家己。你有听你家己无？有啊，咱是主所创造的啊，所拣选的啊，爱听嘛，对无？啊，你听你家己，啥你较无爱听人咧？你嘛真奇怪，真矛盾，对无？所以我甲你讲，如果你听一个人听袂落，你爱伫主的面头前甲主讲：主啊，帮助我，赏赐我气力，赏赐我力量，互我知影即个人伊的需要甲欠缺是啥。安尼你就知影讲要安怎甲伊讲话啊啦，爱了解无？所以你若无咧常常甲主祈祷，有迄个信心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你所拄着的人、拄着的代志，我甲你讲，你无法度通面对你所拄着的事。我会记你即礼拜吼，我看到咱的一个姊妹，伊讲坐火车吼，讲无坐着迄班的班车啦，但是伊却伫台南转来中间，到伫台南的火车头拄着伊足久无看见的一个朋友啦。安尼有真欢喜无？有啊，有真侪时阵，咱所拄着的代志，真正毋是你所想象。所以，想要基督徒常常跟人无共款，跟世间人无共款，我们不是喜乐无常的。我们的喜乐一定都是在忧伤当中去经历的。意思就是啥？咱的一世人拢是啥？会当活咧啥？足快乐的。啊，你著歹的忧伤的代志、烦恼的代志，拢会快乐啊。啊，你有啥物代志可当好烦恼？敢毋是？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信主的人一生都快乐。快乐是有原因的，快乐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们就算在忧伤当中，我们也会去寻找上帝的心意，要安怎活出一个快乐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中马田牧师啊，这个神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所喜欢的，并不是数字，乃是真理，甲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伫主的面前，常常去思考。到底咱要安怎样来敲找上帝的心意？咱恳求上帝帮助咱，咱做伙用一首诗歌，新圣诗573首。这首歌讲我的信心若无定，求上帝帮助咱。咱的信心有当时无信心，嘛无有乐观的态度，咱需要伫咱的生命中来甲主讲：主啊，帮助我，我的信心若无定。痛心哪来哪冷淡，但是主会安怎？会牵我的手，而且呢，因为是安怎上帝会牵咱的手，因为伊看咱做宝贝，要引带咱的生命行到生命的终点。求上帝帮助咱，你就抱着有信心、有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你的生命所拄着的困难。求上帝赏赐予咱智慧的心，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坐咧吟就好吼。用信心，用欢喜，用低调的心来唱。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事无规地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
得。主啊，阮较无憔悴，甲主你相拄的生命，是真实的，是对心底感受到主你存在的奥妙。当阮的生命伫真实的体会到主你甲阮三甲之地时，阮相信主你真实的活命、生命的丰富甲智慧，要大大丰富阮的心灵。主啊，阮要活伫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拢有无相款的生命经历，甲无相款的财物看法。总是主你听阮的心，爱阮会当属伫主你的儿女。应当着爱活出的生命，唔简单个人受拯救的毋茫那定。阮嘛要恳求你，赏赐阮感动的灵，互阮的心毋若有火热的心，听主做主你的工，帮助阮的生命，常常伫祈祷中，着主你来恳求丰富生命的智慧，互阮学习怎样听人，听厝边亲像家己。主啊，这才是真实，会当排起12架来军队主的道路。主啊，你透过耶稣为着阮正人的生命，行这条苦路，虽然充满重担，但总是阮嘛要做伙来学习，毋那认捌家己的生命会当得到顶头生的好。更较重要，阮嘛要常常提醒阮家己，着学习军队主的脚步。来完成大使命，听人传扬福音，救人的真理的福音来祈祷，常常为着阮的生命来交托主来祈祷，因为主你讲，阮着奉主你的名来求，但愿求也就要得到。通互阮军队主的道路顶面，虽然有劳苦、有重担、有困难，总是阮嘛要有满足的喜乐。来激励阮的生命，继续为主你来活。愿上帝你赏赐阮这款的毋茫，常常赐福阮有勇壮的心灵来对主来行。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准备心来奉献。
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超越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际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马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周报，为着内底的公道事项，同心来祈祷。相信教会无论伫起造教会兴化的动作，无论关怀社区弱势，家己福音的报道圣工，阮拢会当认真伫上帝你的工，来为着这个事来常常祈祷，恳求上帝你亲自来陪伴，互你的教会正做关怀世间万有事的教会，阮学习对人对主你的福音的工作。有份会当尽量做主你欢喜的家庭，我上帝听我的祈祷，也享受平安平安，所以世界最重要真正欢喜充足欺骗，总是上帝你是掌团一切公义的上帝，你伫甲显明你的公义甲真理，会当显明伫阮的心内，互阮明白，阮会当做主你好个真正的工作，就是爱陪伴阮的心，奉献阮的生命。来跟对主来行，愿你听我的祈祷，去一摆赐予阮，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宽灵的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感谢你的引带，阮感谢你的带领，阮真心的感谢你，互阮会当明白即个福音，互阮会当正伫即个世间得到你的赏赐。主啊，阮恳求你，清起阮的心灵，洁净阮的一切意念。主啊，阮需要你，阮需要你的带领，阮需要你的引带。主，因为阮的心公义。主啊，因为阮毋知影啥物才合你的心意。主，阮真正是深深的需要你。主，恳求你，主，互你的圣灵来引带，来带领，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互阮会当伫这个世间来活出你的模样，互阮会当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恁知阮即摆阁有所侪的欠缺，阮需要你，阮真正需要你。主，求你引带，求你的带领。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
告，咱下周的信讲事奉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咱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注意。咱即摆来看咱本会的调示通知。本主日是张受主日，请咱有白心来甲主同行是一个道路。咱后主日是搁偌济个主日，要举行搁偌济个赞美礼拜。伫咧后主日，咱爱举行咱第二摆的圣餐，甲新天祭司的就灵仪式。经费姊妹的转接仪式，请关心带到。咱伫个拜四，下晡7点半有第三小区的圣餐联合礼拜，地点伫咧大湾教会，请要参加的兄弟伫咧暗时的6:40伫教会集合。咱后主日下晡11点到12点有新老病院的讲座，淋巴胃肠的病痛，地点伫咧1楼，咱邀请兄弟做伙来参加。咱每拜四的下晡下早10点到11点有吉他的课程，请咱要全家的兄弟来。有意愿的兄弟来参加，来培养咱进度的服侍工作。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用台语甲华语拢读一摆。你无伫听兄，因为我甲你相甲伫咧；无伫论咧，因为你是你的上帝。我伫较坚固你，我伫较帮助你。我伫较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罗马书8章28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牧师来补充报告吼。牧师建议讲，咱即马咱若是小组了后，咱小组后，咱若即个主餐了吼，咱即个便当尽量咱会当请咱去用即个教会筷子啦吼。若是讲咱家己会当炸滴吼，牧师是来讲咱教会会当来落实即个叫做环保意识啦吼。我讲因为咱教会拢有在食用餐，咱若有用餐的时阵，牧师嘛鼓励咱会当，若无厝内无啥物代志，会当做伙留落来吼。做伙伫教会食饭开讲，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宝贵的时间啦吼。牧师伫遮嘛邀请咱礼拜四吼，咱即个伫大湾教会有即个联合的圣餐礼拜吼，嘛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咱伫6:40吼，6:40伫教会集合出发，嘛请咱伫楼骹招台岛吼，会当做一下登记吼，咱需要统计即个人数吼，需要坐车的人数啦吼。好，牧师伫遮来介绍新朋友哈，我们请这个尤小姐哈，尤珍慧小姐哈，请她起立欢迎她。那她住在教会这附近啊，富华街那边哈。那我们也在关心当中，也欢迎她有空常来我们这边一起聚会。那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祝福。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充满盼望了哈。那我们彼此能够做很好的朋友，在社会上。我觉得我们都要互相彼此做支持、鼓励、带导哈。那我们牧师伫遮嘛鼓励咱咱伫等下咱楼骹，因为即马咱门徒训练班吼，假使咱头一次参加咱教会咱大桥教会伫每一摆同来到伫咱教会的兄弟，如果你想要参加认识真理的，你都可以一起加入。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班级原本是在牧师的办公室啦。但是即摆因遐人较济，所以冲向小组人我变较少，所以今仔日请冲向小组进去牧师办公室，请门徒训练班的人因出来外口有桌较好用啦所以请咱注意一下啦好敢有要补充其他无啊好，安尼咱特别注意，楼骹的公报栏有咱4月份的主日学的活动嘛请咱兄弟会当去看一下啦会当做伙来支持鼓励咱的孙儿甲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好，即马礼拜四牧师嘛有开即个吉他班因为即马有金惠节咧
啊，佫有一个姊妹，伊叫做谢金玲姐妹，伊32岁吼。啊，伊本身36岁，啊，伊本身当下怀孕，啊，伊当下来教会，伊咧敲水，伊讲敲电话讲牧师，我想要认识上帝。啊，伊即马晌午来参加咱的华语礼拜，啊嘛，请咱为着即个姊妹来祈祷。礼拜4吼，咱会当做伙来学。啊，伊本身咧学吉他有足紧。我讲上帝真的安排这位姐妹真的很不容易。上帝圣灵感动她，她去过很多的宗教去探究生命，希望得到真理。所以她打了一通电话说：“牧师，我想要认识上帝。”好，牧师就邀请她，我说：“我无法在短短的时间内用电话跟你讲，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好，期待你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我跟你聊。”跟你分享上帝的真理，所以呢，我也跟他分享，有机会你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班。好，所以现在我们的门徒训练班是我们的新天执事在带领我们，那非常棒从圣经，他对圣经的很多段落的理解非常快速，那也非常的准确所以真的上帝从这位历史老师身上带给我们大桥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啦我们要为他祷告。好，这个静宽，他的太太静宽姐也听说在分享当中说，我要为我先生祷告，让他的分享真理能够更明确、更简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所以我感觉讲上帝足听咱的教会，牧师一直咧甲咱讲，咱无人无要紧，但是咱爱互咱的节爱正确、爱准确，然后对焦在上帝的话语上。我相信神要祝福他的教会了好，咱伫这个所在，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听互咱组织这几会咱做伙来唱这首歌。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有着爱将荣光归予咱的上帝，用歌乐来称颂上帝的尊名。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的名称是，歌乐三位一体上帝。伫上帝真理活命的话内底，来享受着平安的喜乐，也互咱的生命会当伫热情、款待人，以及伫上帝福音的内底，认真有信心、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事、每一个人，互咱的生命来荣光主上帝。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